歡迎你使用呢一輯嘅個人靈緣默想指引。今日我哋會默想詩篇第103篇第8至到第10節，而默想嘅焦點係耶和華並沒有。喺開始之前，我請你先調校好自己嘅坐姿，腰背挺直放鬆，雙腳平放喺座位上邊，讓自己能夠腳踏實地，身體能夠保持放鬆同埋專注。我哋可以透過自然嘅一呼一吸，幫助自己能夠停落嚟、靜落嚟，去意識主嗰份生命賜予嘅臨在。假如你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嚟到去繼續安靜，你可以暫停播放，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。假如你已經預備好進入靈悅，我就請你先將心底裏面一個最深嘅渴望帶到主嘅面前，向佢求恩。我會前後誦讀經文3次，請你用心嘅聆聽。每次誦讀之間都會有時間俾你去默想，去留意經文對你嘅觸動。當你留意到神透過呢啲觸動要同你講說話，你就可以透過心禱同主對話。經過過程嘅裏邊，假如你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嚟到去做誦禱默想，又或者心禱，你隨時嘅可以暫停播放，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，就可以繼續嘅播放落去。詩篇第103篇第8至到第10節。耶和華有恩惠，有憐憫，唔輕易發怒，且有豐盛嘅慈愛。佢唔長久責備，亦都唔會永遠嘅懷怒。佢冇按我哋嘅罪孽嚟到去對待我哋，亦都冇按照住我哋嘅罪孽嚟到去報應我哋。耶和華係一位聖潔嘅神，係一位公義嘅神。假如佢真係要按照住我哋嘅罪孽嚟到去對待，嚟到去報應我哋，請問你有冇諗過我哋將會點樣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
耶和華有憐憫，有恩惠，唔輕易發怒，且有豐盛嘅慈愛。佢唔長久責備，亦都唔永遠懷怒。佢沒有按我哋嘅罪待我們，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。詩人話，耶和華並冇按我哋嘅罪嚟到去待我哋，嚟到去報應我哋。點解神會咁樣嚟到去待我哋呢？對於呢一位既有情又有義嘅神，你願意點樣嚟到去回應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耶和華有憐憫，有恩惠，唔輕易發怒，且有豐盛嘅慈愛。佢唔長久責備，亦都唔永遠懷怒。佢冇按我哋嘅罪待我哋，亦都冇照我哋嘅罪孽報應我哋。請問你認為自己配定係唔配神對你呢一份咁豐富、咁豐厚嘅恩典、憐憫同埋慈愛呢？對於呢一份自己唔配受嘅恩典、憐憫同埋慈愛，請問你願意點樣去回應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嚟到靈月嘅尾聲，讓我哋透過默觀嚟去同主彼此嘅對望，唔需要講任何嘅說話，讓我哋去凝望主，佢係點樣帶住愛嘅凝望自己，讓我哋透過呢一份嘅對望，安息喺主嘅懷抱，享受主嘅呢份同在。
喺結束嘅時候，我鼓勵你將喺呢段時間裏邊最深嘅體會、最深刻嘅領受寫低落嚟，成為你今日嘅靈修札記。願你繼續喺生活嘅裏邊去感受神嘅同在，享受神嘅同在。